来这个台湾人被骗到柬埔寨，记载人太过苦毒，这代志拢也未平息。结果柬埔寨的首都金边，阁发生台湾人被杀害的命案。是昨暝伫金边的一间公寓，有3个男子被开枪弹死，讲这3个拢是台南人。现场阁找到枪支甲毒品。有风声讲这3个人疑似来起口角，其中一个举枪弹死其他2人了后，才过来自尽。也毋过也有一个版本，讲是中国人走入因的宿舍开枪，甲3个人当场弹死。柬埔寨媒体报道，28号暗时7点外，金边一栋公寓发生枪击事件，3个查甫人倒伫涂骹，物件真乱。台南警方证实，3个人拢是台湾人。根据柬埔寨媒体报道，遗体被送去德塔拉庙寺。相关的案件有涉及到组织犯罪、诈欺等等相关的案件。现场阁找到1支克拉克19型制式低枪，阁有41粒枪支，将近44克的 K 他命。有消息讲，这3个人敢若是起口角。其中一个人举枪开死2个人了后，才自尽。台湾的网络阁有人讲，敢若是中国人走去因的宿舍开枪，3个人当场死亡。而且大厦顶阁有放一罐台湾味的甜点，后壁阁有真出名的泡面纸箱啊，引起台湾网友热烈讨论。不过案发的原因到底是啥？搁要等警方调查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